山里迄个有一位叫做柚子哦，是叫做柚子，你敢还没有熟？啊，你莫方便讲话无？你紧看。手机就是干手机啊，嘿。哦。我定来看你来1秒钟、2秒钟就搁出去啊！我唔知。我嘛唔知。无多你来安尼。好，要紧。我看下。好来，咱直接来谈吼。16年7月初哩，就是讲来第3个月开始啊吼。拜六天空乌阴啦吼，淅沥落雨。伫新宁堡下面的炮台今仔日修理好。根据外哨讲，昨暗有56个新仔人来有伫个基碉堡甲即个城堡中间的迄个悬堤咧侦查侦探。无定是要来掠模仿的人吼，看起来因也是找机会想要掠人啊吼。因此现在爱甲派去头前的哨兵调入来，以免遭处危险。今日发射2发炮弹，这2个炮弹已经分别炮管真久，射穿射6个迄个起箭片4个拢面安静无声恬静无声，就像这几天的情形，模仿的士兵破病甲死亡的情形愈来愈严重，看起来欠高酒阮的士兵一直拢啉真侪高酒，造成了一寡这个狂饮的人无法度忍受有的啉酒啉掉的迄种对这种打击嘛无法度来医治，此外欠缺新鲜的食物也是造成阮的士兵衰弱的原因。7月初3礼拜日，7月拢无阮甲断啊安歇日敬拜上帝，即几天拢持续这个打扫的天气。有一只篷船往南方航去，倒反的有8、9只篷船对北方落来，航龙容易往水道去。今仔日有8到10只舢板载着士兵来这个市镇呢。3队呢是有数只航离开遐，市镇的迄几条街仔路有人光刀啊，看起来是真理咧行路。下晡看见4个人骑马对麻豆园的第2渔场迄个围困的陆地，就是油条遐落去。昨暗伫咧交岛面灵堡的人，又搁觉察到有新仔人来迄个灵堡下面遐，因嘛遐来射击，无定因是要利用阮铁血伫咧遐伫咧迄个有地的基碉堡甲假道的灵堡中间的即个外哨。就像昨暗安尼要来找机会要掠人，昨暗阮看见阁有3只篷船对岸来到即个市镇的后面遐，了后无偌久，阮听见着人伫咧迄个市场的壁咧做啥物？若像是咧拆住壁的声拆壁的声阮。有时啊，往迄边来发射几发这个步枪，因此呢，顶管阁嘛下令讲，所有灵堡甲半路堡拢来加强戒备，甲大炮拢传好，无定因暗敌人就来袭击阮。我直接化他们。谈做是敢若是身体热的款，
真特热，热天到来食番薯叶啊。番薯叶炒姜嘛吼，听讲是一个抗癌，上好的这个菜啊。歹势。了后，落伫下半暝3点或者是3点半，看到有几啊新仔人伫 Middle Birch 林堡甲迄个碉堡中间 ，Middle Birch 林堡甲 Gilderian 就林堡的唱手，就因来弹唱。迄个碉堡的人也外面来射击，因伫迄个悬地吼，安搭两三条荷叶引线，可能是要用来点着荷叶来行稳，但是当即寡引线花去以后，无看到任何动静吼。7月初4礼拜一，天顶掠啊乌云，风对东北风吹来。昨昏来迄寡塘船，今仔日进入龙眼龙水道，去停伫咧坡尾下头前。有2只变底的篷船来阮即个南港道头前来回咧航行，可能是咧观察即个南港道的形势吼。我大家嘛还有两条水路吼。北边是龙眼龙水路，即条港道啊，南边就是因讲的即南港道。较我迄个别人家写市镇的即边吼，因为迄个角城海迄边的半个岛，才两发射12磅大炮的大铁，12发炮弹的大铁炮，因为迄个所在围溃吼，袂当互两门大炮。同一个时间来留意发射吼，就是无法度通同一个时间想要发射就发射吼。颠倒是操作大炮的时阵，定定互相的去阻碍着。即个炮兵拢知啦吼，因为你咧操作炮吼，啊徛咧边啊，伫边啊射来射去啊。摕什么炮弹要装荷叶啦吼，啊炮弹送炮弹入去迄个炮弹内底啦吼，啊边啊一个人游迄个锁啊，游将那空间嘛，所以你两大炮伤溃伫遐无法度，根本就无法度两门拢做一个。无法度做同一个时阵操作吼，所以决定要甲整两大炮搬到搁较会当发挥效用的所在，来改用两发射6磅炮弹的炮架啊，菜弹遮，啊你会当搁较好来操作发射到炮较细门，空间占较无大吼。有感伫咧即个讲半个岛吼。因为上述的理由对点名无偌侪的防卫能力，所以虽讲旧年伫遐起一个单独的楼台，采两门轻型的小炮，若是拄着攻击的时阵呢，迄边也是真脆弱。如果伫咧这两个领堡中间增强够力的防卫能力，就会当抵挡攻击。因此决定伫咧即个半个岛的内侧要抗建啊，然后远东啊空地吼，即只点吼，要抗建啥物啊几树安尼啦吼。如果用爱用一支粗大的木牛，即个木牛以前伫咧即个河边当做船只中间的桥板咧使用吼。爱用一支粗大的木牛，插伫咧迄个交易所的西边迄面墙里哦，
并且用茶帮甲教堂后面上突出迄间小房间，和上水迄个楼台固定连接起来吼。到时阵就会当踮咧遐搁加菜2、3两围这个大泡泡。因此，今日你就由目工开始准备木料的这个工作。来继续。今日你较长哦。有几啊水手答应愿意为着八个的这个神仔的教手，去甲这个下面城堡的东门头前所挖出来的后沟，对排水沟遐继续挖到海边仔去吼。也伫咧Gilderian的领堡甲米多伯夫领堡中间的山峦，一直到迄个碉堡的所在来压规个坑。等下我来查一寡领堡到底是倒一个什么所在，然后因为直直读，毋知影到底这个领堡是指什么所在哦，实在是看无。来，拿一个滚水吼。先算个开一包，我会听我讲吼，但是无参糖个袂歹。好，搭过无呢？看几个哦，几个啊？安平古堡。这个文化这张图真水，但是问题是看袂清楚。字伤细腻。玻璃图。这个四个人报到底是伫倒位咧？
城堡copy。为什么叫人无？这个无人甲学知个对啊，但是看起来是无人知呢。讲即寡灵宝是指对一个所在，对一个甲有啊叫做叫对应的灵宝，甲弥陀宝，弥陀宝是灵宝。然后看哦 ，AI Google AI 讲，这个野城野堡是越南的1624年起建的要塞，最初采用方形设计，由荷兰身份命名四个主要四角的这个灵堡啦吼，叫 Orient 甲 Middle Birch 是其中的两个。等一下呢，从小就知其中两个。叫 Orient 伫咧西北 ，Middle Birch 伫咧东南或者是东北。无介确定我感觉。好，看到是无吼？我来转来遮吼。比如讲有规下水手为着要啉高酒吼，答应讲要去学即个河沟，学到海边啊，要搁伫灵堡甲灵堡中间的山林，一直到碉堡的迄个所在，有着一条堡吧，要学过啊坎吼，有斜有直的吼，蓝做伙吼，深度约了一个人的身悬吼，并且伫遐要安置气北岛的即个积累。了敌人来攻击的时阵，真可能互因会行动会延伸落来吼。我来摕个水。好，来继续讨论吼。这几工继续无真侪雨，因为烦恼讲即寡大炮，敢会因为安尼来适应吼。因此，今仔日上午，阮着用迄个气垫试射大炮，用气垫上头前摆迄寡厝，含迄寡瓜咯，用迄个高车的方式高退射击，破坏敌人。着用迄个税务所市政厅迄条违规巴黎的厝无一个人的厝啦，叫做巴黎迄条跨过甲市场
飞向射击，安尼敌人，安尼敌人就真恶，知影讲要往倒位去要往倒位去才对因是上安全。就像讲对因无共的回归走会当用安尼，就是啥？阮也发射4发榴弹，吼，其中只敢中迄两发榴弹爆炸，其他2发无爆炸，可能是引线失火，或者是引线落去，无发生效应。其中一粒榴弹被一个什么人吼，伫咧跨过吼，甲伊拎倒咧北边去吼，一定是甲迄粒榴弹挖出来吼，拎去北边。可能是要摕去互因的指挥官看。伫咧即个射击当中，真侪人炸着一包，或者是一袋物件。越过迄个街仔路，沿着东花行过去，看起来是去进入停伫遐旁船里。当阮发射5-6发炮弹以后，因伫咧苏尔的徛街附近的保拿拍开一个小门，对遐发射一粒4磅的炮弹。了后无久，伊阁也对迄个附近的迄条街路，有一个叫做福哥的厝边仔发射一门同款的大炮，对此阮也马上往来吼，遐来开火发炮，因对国菜的2门大炮，迄条围街和迄条跨街来行击吼，总共发射7发炮弹，然后就停了。大概是被阮的大炮甲镇压赶走。阮的炮弹有几啊摆投到真瓦群因部落的和部落的所在和保南的所在。因每一次发炮的时阵，拢摕插板来动的，因此呢，因即摆发炮非常的闪烁无力，和以前袂当相比。无造成某方任何的损害吼。虽然因发射的炮弹有一粒拍到米利斯公寮领导的城墙，也有一粒被越过即个城堡，看起来因为因毋敢继续留伫因的大炮边仔，一直到迄个上好才射击吼，就是炮黑白翻啦吼，黑白拍，无上准的拍。但因此呢，阮发现真久，阮所想要知的代志，就是因有偌济大炮，插伫啥物所在？现在知影咯，伫咧每一条街仔路各插2门大炮，毋是上大的炮吼。这条小规模的炮战了后，阮双方人平静落来。但是过后无久，又阁有要观察的人来北线岛，阮就对迄个新领导来因发射2-3发炮弹，拍到因无时间通留落来观察，又阁转去咯。因为天气良好，所以派人甲领导和城墙顶迄寡，因为即几天落雨压淡个布因啦吼，摕起来吹风透气吼。有一部分佫装上其他落坡，并且佫较透动来甲伊防御起来吼，防御啊吼。囥伫即个城堡北边城墙边仔的迄寡阵地，阮也派人摕去囥伫东边的炮台甲半个堡中间，互迄寡即个定边互相交叉，伫咧阵地的伊是两支即个那个球骨个吼，迄定边吼。原来阻碍敌人登花前来，你安置了后，看起来像一个铁的炮台，
敌人将个真恶队迄边过来吼。就你想啊，顶半暝忽然间透去强烈的东南风，持续无久，这个干波因为安尼非常的大。7月初5号拜二，海上有大浪，南风强烈吹来，因此敌人的舰船拢留伫普罗宾西亚甲热那利亚中间来拍定停船。只有2-3只小只舰船留伫龙椅门的内沿遐，真奇怪。每一遍天气变歹，那亲像因拢会当事先知影吼，但先就先立竿去避起来吼。再来，就像讲因气象报告遮准的。顶关阁下上午来回去一抓，即个有着2条宝去视察迄边的状况，并且去鼓舞迄边的士气。当伊阁下伫迄边的时阵，有2-3只船对市镇后面载人离开，就对遐因来发射2-3发炮弹。即个碉堡的状况一切拢正常良好。即个港道也是应大吼，根据阮对此地所咱看到的，海上拢无舰船，约略有120只舰船，包括着大只甲小只舰船拢停伫即内面。对普罗宾西亚的头前一直停到新港区的头前。要暗暝约略6点钟，警官阁下该动万威员阁下和哈杜尔阁下，照日常的惯例去巡视顶站城堡。伫肯菲的领堡下令发射7粒炮弹了后，继续前进。去菲律宾跟领堡视察伫以前迄场激烈的炮战当中被敌人拍到炮口的迄两大炮。即两大炮已经由阮的人甲炮口炮喙啦吼，炮喙四周围甲伊压掉，所以现在又搁会当使用咯。然后即寡国下吼，徛伫该领堡的北边，和几啊重要的军官交谈的时阵，非常意外，对福哥的厝边啊迄条街仔路，忽然间高速拍来一粒炮弹，越过即个领堡，弄过迄个监牢，迄个监牢被拍破，一道插板去插伤徛伫迄个边仔的一个炮手的面。显然，即粒炮弹是瞄准上述迄寡国下来发射的，因嘛遭受到未遂危险。感谢上帝，真奇伊来保护国下因，阮因此也加步来还救因。因就伫咧跨过甲划过，各拍开另外一个空徛，也伫咧事务所北边沿海的堡栏拍开一个空徛。对每一个空徛，各发射1-2发炮弹，但是拢无弹着，全部拢都越过即个城堡来跑去。阮的大炮轮番射击因的炮眼。拍排了规个炮眼，阮拍出有定的最后一粒炮弹了后，就停止射击。迄时，虽有几啊落泪出现伫迄个街仔路顶，其中一个人被此地所弹去的一粒枪子拍伤伊的小腿。真侪其他人逃往市场，
了后无偌久就停止射击咯。暗时啊，阮听见因又搁咧操作因的宝拿，来开始咧重新咧装迄寡宝拿，阮就往迄边来发射枪支。今仔日阮的人也无用咧学迄个草稿，关系着此事，昨日已经有讲过。电影虽然讲清楚看到即寡人伫咧学草稿，但拢无对因来射击。暗时，长官阁下尊贵的佛罗诺萨议会提议讲，若是将即个城各城的半路堡迄个旧楼台，就像昨所讲过安尼，以及现在含迄个楼台接连做伙的所在改造做比现在降低2尺半，是毋是会更较好？更较适当？更较有防御能力，因为安尼会当伫遐采2门大炮，处处来往海的方向来射击，并且需要的时阵，还佫会当像迄个炮塔安尼来装设，经由即个墙啊、墙壁吼，踩伫咧为即个即将要升起的迄寡炮弹遐。炮弹就是一个空啊，互你炮迄种拍出去吼，以便咧对遐会当搁发射水平线的炮弹。此外，伫迄寡大岛遐塔垛啦吼，塔垛，垛就是城垛迄个垛啦吼。我来谈诶，我查看大垛遐。就是城垛，这个垛，就是头先垛，垛就是箭背、箭靶哦，箭背就是用土吞管通射箭，叫做垛哦。讲台语告诉你我用的这里，哦。好，讲厝外伫迄寡大岛遐吼，应该是土木啦，大岛，毋知啥物意思吼。我看 Google 就讲看哦，啥物叫塔垛、大岛。是那名人财务心吼，是那高建筑大改构成，有路大道甲有路石，有路石，有意石。但是我讲大岛是啥物所在？哦，就是这站楼梯叫做大岛啦。哦，大岛，但是台语无安尼讲啦吼。我拄则查这个道理，查无。我用别位哩查看觅，大岛，
倒是用脚打互伊倒去，毋是啊吼。好啦，继续读第2则讲，此外伫迄寡大岛遐吼，将会当用步枪发射真大诶防御力。若如此改造，伫遐将会真快找到大岛通使用吼。阁有讲是嘛，安尼来改造该半个岛诶上下面迄个部分吼，甲大炮对遐刷去顶面吼，刷去迄个半个岛顶面吼，安尼迄个上下面迄寡部分，将会互阮伫头前诶士兵得到真大诶方便，因为爱派人对营房去顶头要徛哨诶时阵，会当沿着迄个北边诶城墙仔来下令，因为遐诶城墙现在已经相当毁坏吼，尤其是落雨诶时阵，就搁较恶行。即个提议经过大家权衡斟酌吼，权衡斟酌啦吼，权衡斟酌，一直决定爱保持原状吼。保持原状是因为伊本来是讲要来改造，看无？这个头前讲我无看无，讲是到底要安怎改造吼。讲即个提议经过大家权衡斟酌，一直决定要保持原状，毋通去改造吼。暗时啊，4个人平静无事。7月初6拜3。规工继续咧透西南风，好天舒适的天气。我再开一个窗的门，今感觉会热。好香！哎呦！啊，真好，真好，凉凉。哎呦，拄着。窗啊，西窗啊，西窗我落来都两支真头就我夹着。西窗是轻的，但是落来嘛小可有开力，有小可有一份力冲力啊。好，7月初6拜3，规工继续咧透西南风，好天舒适的天气。5号9个人，还阁伫咧大门头前继续咧学。目光也伫咧准备迄个半年报需要用的材料。昨昏被阮拍歹去的保囊，即嘛敌人又阁甲伊收复了。上午阁有2只3班载约了20个人来对即个对面的北山尾，即寡人分散，留啊来回行一下，就阁行转去迄个3班边仔离开。若无因也将会互阮对新营岛来炮击，大概因也已经有即个感觉，惊讲会像昨日安尼被炮击，也一只胖船对南方来，经陆里门去停伫即个赤坎头前。哎呀，小可老血，一滴滴啊尔，人敢若叫针拄着呢？伫赤坎今仔日搭去真侪布棚，可能是要拍即寡布棚吼。阮派5个骑兵骑马出去，
要沿着麻豆园去侦查迄边的情形，原因去迄边不得到牢超过为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时间，就是伫遐停的时间比较伤久吼。当然是看到佫有机会通对遐掠到炸鸡仔的人吼，即个代志因本来会当做会到吼，就像因转来以后所讲的，因为走伫上头前的迄匹马，伊的马脚只偏顶，还佫坐着骑兵，拄着迄个炸鸡仔的人，吼，伊身穿盔甲，所以无法度逃走，跪倒徛伫遐。迄匹马咧，因为安尼着惊，随额头倒离开迄个人，迄个人就随紧选吼，阮即个人就落下去，油条赶一段路，迄时对油条约咧有80个人出来对付模仿迄个人，所以迄个人就转回厝地吼。厝外无特别的事故，只讲有敌人夜间有咧操作。伊佫伫咧操作因的宝马，7月初7拜四。来去有5只帆船，其中有2只是大帆船，对坡尾社头前航往龙屿门，但是袂当出港。看起来因为东北风来向偏往南边，海上含这个角度用真大，此外天气良好，而且好天。阮迄个人还佫伫学上水的荷包，目光也伫半路倒去采迄寡材料。早起，敌人美利新连岛发射3粒炮弹，其中1粒拍动2支炮女啊，原路炮用的迄女啊吼。另外2粒无造成损坏，无造成损伤，因为迄时真少人伫迄个城墙有1粒单的铁炮弹啊，毋知是对什么所在弹来，强力拍到顶岸阁下徛过的东边，而且迄个铁弹真热吼，真热，真烧啦吼，烧烫烫。而且讲袂当用手去摕吼，对厝阮也反击3粒炮弹，因如果发射2遍了后就停止哦。下晡有1只完全装扮做白色，还挂着2面白色升旗的舢板对这个市镇的航王恰抗，可以是重要的人物死去，要用这个舢板载去因的墓园来埋葬。今仔日有10只舢板载人来处理。3队呢有4只，其中有4只满载着人对处理离开。下晡5点的时阵，阮看见恰看迄条大街，塔满穿盔甲士兵，因的盔甲被日头照射，跟死是我亲像一座云山，一间啦吼。因暗即个大港内面大部分的帆船拢先去3角旁，可能是有啥物计划吼。暗时约7点的时阵，伫7点的时阵伫下过油条往清水溪迄个方向，外海迄边的县地有升起2号。可能是敌人的哨兵看到有一只，或者是侪只荷兰船，或者是其他阮毋知影的代志，所以来放这个信号。因为看起来敌人想要甲阮挂伫美利新港条领导顶的这个时间拍落来，因此沿岸派人甲迄个时间对遐摕落来。规日自从围城以来，这个时间已经无搁用来欣赏。伊在
前推的即个达声吼，所以咱摕去挂伫两三支加话即个条仔顶用来报时就好。模仿的人当伫搬迄个时间落来时阵，就连院遐搬来一发炮弹，因此散射出来的柴油啊，拍到一个目感的身体，但是无着伤。为此，阮也对新闻报反击因一发炮弹。下晡，一只三板载着3个人，停留伫北线路边仔一段时间，伫暗时仔就离开。大概因是来遐对三板咧观察，因为上花行真危险。因南警官阁下安排5个阮的骑兵伫咧城堡的大门关起来以前，早尾出去城外。扛尾出去城外啦，伊啥等啊？准备明仔载天光以前，或者是天光的时阵，去第2渔场的山轮下遐，迄个山轮顶有第2的一支升旗甲哨所，要去遐来找机会掠人转来，但是不得搁较暗头前去，也不得去追赶敌人，为令淡发。也要伫迄当阵派兵坐小船去埋伏伫下过碉堡的第1个名大园附近，并且要令炮台准备好，以便敌人若是对市镇坐三板，想要来炸断阮迄寡骑兵的后路，或者是要对油条出兵的时阵，会当去增援。夜间4个人平静无事。顶半暝北边的天顶乌阴，有雷声甲响啊。剩2分钟。7月8号拜五天气良好，但是真热。阮的骑兵像昨昏所讲的安尼去执行交互因的命令，这个命令以书面来交互因，因就要掠着2个敌人。这2个人是今仔日早着升旗要去第2个渔场迄个舰队遐要徛哨。这2个人对油条早着升旗来到上水迄个舰队。伫遐被模仿的人惊着，模仿的人是立伫迄个舰队下面遐，就对顶头跳落来，惊着然后就跳落来，走入去水里，却被2个阮的骑兵掠着，因就自杀死亡。阮迄寡人是安尼甲阮讲的，讲因自杀死亡，因就甲其中一人金丝石头过炸转来遮，是伊死后对伊的头壳摕落来。油条的人发现这项代志，有12个骑马的人甲一寡行路的人，对遐出来追赶模仿的人，一直追到越过第1个渔场，伫遐看到模仿的步兵才越头转去。模仿的骑兵呢，无小心直接弄迄寡步兵，模仿的人也进入这个城堡里来，就安尼，即道出去掠敌人的代志又搁失败了，因为模仿的人伤早被首先出现的迄2个哨兵所发现，无了于这条路目前袂当去掠到其他的人咯。上午敌人的篷船约有40只，其中大部分是上大的篷船。航龙龙椅门停伫咧内迄边，停伫遐内沿遐，只敢有8只甲10只驶出港外，伫遐流来回航行，就搁驶入港内。上述篷船有一部分是伫咧要暗啊，又搁去停伫咧普罗宾城头前，无其他的行动。早起以后，一只因的三板来停伫咧即个南港道，真有可能是要来探测遐的水深，对此阮无法度来阻止因。
上午尊贵的法务议会召集开会，查核伫即个战争当中、甲卫生当中过身的人的遗嘱、遗言嘛吼。市定义应保持平静无事。暗时约6点钟，有一个士兵对有着的一条报来甲阮讲，迄边捌看到3只荷兰船对南边航来。长官阁下和福摩萨议会议员，就去上顶站城堡，斟酌来调望。嘛派人继续观察，但是对厝地看家己的海上，拢看袂到有荷兰船。因此派一个人去碉堡确实查问，因是毋是有看见迄寡船，是伫倒一个方位看见。伊对来讲，因现在对此无可奉告，但是讲以前确实清楚看到3只荷兰船，拢相当的悬大，甚至看到迄寡船的后尾棚。此事是真是假，万能的上帝知。阮为即个万能的上帝祈祷，祈求伊怜悯保护伫即个附近以及伫前来厝地途中的所有荷兰船。若是阮呢，就算因搁1个月毋来，阮也会真有勇气来听候因来。愿上帝保护阮和因一切安好。无听因看到荷兰船是事实，是毋是事实，明仔载大概就知影。因此，敌人的篷船才去停伫咧龙眼门边仔咧听候。阮现在对此有较担心，因为真有可能昨昏所看到伫咧清水溪附近的迄个火焰是为着即个目的来放的信号。因此，因按命令将数门大炮瞄准好市镇上头前排的迄寡厝，以便明仔载天光的时阵嘛，知影迄寡确实是荷兰船，而因的篷船因驶过去的时阵，即寡大炮就要发炮射击做信号，经过模仿迄寡船车人会有危险，并且还阁会当得到一寡战果。夜间4个人平静无事，无一寡雨。7落8雨啦吼，毋知早会对袂？剩1分钟，好啦，我着读到遮，但是我大概查看卖吼，因为我知荷兰人有派援兵来，但是呢，上夜就走啊吼，毋甲你卖啦吼。结果即个代志就大条啊！你无你卖根本就。好啦，好，读到遮好。我等下再查一下，看是毋是迄个援兵，就是今日你读到即寡。好，感谢，我来关房。